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会记即伫咧大学的时阵，我受到一场算是真严重的一个车祸。迄个车祸是我骑奥多摆，然后我转的时阵，拄啊侧伤。迄个时阵造成我的倒手后骹即个所在真严重的一个侧伤。结果迄个时阵受伤的日子，我必须爱伫咧，特别是洗浴的时阵，我必须爱避免即个所在去捌着水。所以伫迄个时阵，我必须爱甲即个空吹的所在保持打扫。但是我发现过一两个礼拜了后，即个所在我甲订，因为伊表面已经坚皮啊，我甲订，结果我发现讲，即个所在内面软。结果迄个时阵，我必须爱甲外面的迄个坚皮直接甲掠落来，迄非常的疼。爱甲内面的迄个火甲水全部拢清除，然后重新搁抹药啊，互即个所在豆豆恢复。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经验。迄个时阵，我会烦恼讲，即个空喙伊敢会讲，搁再一次感染，然后就烂去还是安那？我伫咧恢复的时阵，我就甲上帝祈祷讲，主啊，求你来医治，互即个空喙会当真正常安尼复原。我要感谢主，因为伊的医治会可以咱临到伫即个所在，互即马恢复的状况非常的好。因为伊并无任何拿落去，也是讲有个人是会吐肉钱的迄种情形，拢无。伊恢复了真平顺，即个空喙伊恢复了非常的完整安尼。我要感谢主，因为伊是我的医治者，咱同心来祈祷。亲爱圣神，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伫即个所在，阮通游园徛去伫你的面前，坐伫你的会堂来向你来感谢。主圣神，我愿你平安临到伫阮的中间，互阮今仔日会当领受对你来的医治。伫即个时刻，圣神你亲像一块真大的毯仔，厝伫即个会堂内面，互阮骹所踏的所在，你就守护平安伫阮的中间。主耶稣，你的保护亲自来压看即个会堂，互阮逐人伫主耶稣基督你的平安内面，听你的道，阮的灵魂体要得到完全的医治。主感谢你，愿你接续带领阮刷落来的时间，有主耶稣基督你的喜乐甲阮相甲伫地。感谢阿乐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对他拄仔的见证内面，上帝伊会听咱的祈祷。然后将伊的意思，甲即个医治放伫即个过程内面，最后所显现的，就是倒手后骹有法度恢复了，起初有法度使用的即个款式，而且无任何的反常。咱看见着讲，上帝伊伫咧医治的过程中间，伊会行非常特别的代志。上帝伊咧创造咱每一个人的时阵，伊拢想好势啊。每一个人无可能拢共款。上帝伊来到伫即个世间，伊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恢复伊起初所创造、所设计的即个形式。上帝特别设计你，而且伊有小数，互你每一个人有特别的个性，而且有任何的有你特别的背景，然后你伫上帝的看顾内面，上帝咧创造你的时阵，上帝非常清楚，伊创造你是照伊的形象来创造。所以咱每一个人伫咧追求信仰的过程内面，其实就是咧恢复上帝起初所创造的迄个形象。因为咱每一个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创造的。有兄弟姊妹，咱敢有法度去相信讲，即个创造咱的上帝，伊是咱的爸爸？也是讲，咱犹原咧停留伫旧约，感觉着讲，即个律法是我必须爱去遵守的，然后却无法度来信靠咱的耶稣咧。咱看见着讲，咱必须爱去信任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所信任的工，然后即个工带来救恩，即个救恩带来了医治。
咱所信仰的即个耶稣基督，伊是对死过活的上帝。伊互咱人经历伊的死了后，伊过活，互阮对罪死，然后对耶稣基督来活，咱的性命会当亲像即把图所看的，咱是完全得到透放，而且咱是照时有法度加果子，活出迄个透放、迄个自由。伫基督耶稣内面有真正的自由。咱看见着讲，伫旧约内面，摩西伊是代表律法，伊对上帝领受即个律法，和即个律法成做咱每一个人信仰的一个根基、一个参考。即个参考，互咱会当照上帝所颁布的即个生活的方式落去生活，咱会当活出一个合上帝主名的一个生活方式。摩西伊代表律法，伊伫个旧约圣经内面所记载的头一个公开的新约，是甲水变做火，带来了死亡，甚至对埃及人来讲，是带来了一个审判。但是咱看见着讲，耶稣伊伫新约伊所行的头一个新约，同款是水哦，但是伊却是甲水变做酒，而且是伫迦拿的婚宴内面，互迦拿伊感受的是一个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甲喜乐。想讲哦，我想讲，毋是应该无酒啊吗？但是竟然你有法度好酒啉暗底安尼。到落尾才甲遐尔好的酒捧出来，互人是感觉着讲极大的欢喜。迄甲进前埃及人所拄着迄种惊吓是完全无共款。上帝伊非常清楚一件代志，就是伊咧用威胁的方式去逼伊的人民来信靠伊，来听上帝，迄是完全无效的，迄是治标无治本的。所以伊差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来达成律法，来达成律法拍破，然后达成救赎的目的。因为律法是对摩西来传，恩典甲真理是照着耶稣基督来的。咱看见着讲，伫个摩西伊咧颁布律法的时阵，迄下骹的以色列百姓非常的惊吓。但是伫耶稣基督伊为着咱的罪来死去了后，咱人是看着讲。这个人真正是义人，伊无犯任何的罪，但是伊却愿意，互咱每一个人的罪拢伫伊的身躯顶，然后伊赎回咱每一个人，用怜悯来取代旧约起初的迄个惊吓，这是耶稣基督所甲咱成的代志。伫个一开始，摩西伊去旷野咧放羊的迄个时阵。耶和华的使者对小的翅膀摩西来显现，伊讲摩西，摩西。迄个时阵，摩西伊要挖棍去看即个翅膀是安怎，互火烧却无倒去。但是迄个时阵，耶和华有声音对即个翅膀内面讲：摩西，你毋通挖过来，你爱甲你的骹的鞋仔脱去。因为你所踏的所在是圣地，咱看见着讲上帝，伊甲咱人头一个接触的时阵，是咱人对上帝有兴趣，想要去看上帝迄个时，上帝伊甲咱人拒绝，讲你毋通阁活过来。然后第二句话是，甲你的骹的鞋仔脱去，因为你所踏的所在是圣地，非常的严肃，无有任何的真名。迄就好常像是讲，上帝伊在甲咱人讲，你若是继续搁活过来，我圣家的火会当场甲你烧死哦。但是咱看见着讲，伫耶稣伊在路加福音15章遮所记载的，即个天父上帝伊是远远看去伊的囝，伊就走去，而且是抱伊，而且亲伊的红棍。迄个时阵，即个囝凄惨落魄啊！但是即个爸爸伊是怜悯即个囝，而且伊是吩咐，才会下骹手人讲，甲上盖好的袍盖穿起哩，甲手指挂伫伊的枕头，甲鞋仔穿起哩。
完全无共款啊！一个时阵是你爱烫鞋啊，一个是甲鞋啊清起，要恢复你的身份。咱看见着讲，这是一非常大的一个无共款。即个阿爸天父，伊真正是疼咱，疼到伊愿意用走的，而且迄个背景是伊若是用走的，伊可能是伫边仔的人看起来是非常见笑的一件代志。但是伊无咧顾这，伊知影讲即个囝伊受伤啊，伊非常的落魄，我要甲疼，我要甲恢复伊的身份。这是一个对已经定罪的人来讲上界大的一个医治。咱看见着讲，即张图内面，遮的罪亲像一支一支的钉仔钉伫咱的身躯顶，互咱抵到无法度继续向前行。但是耶稣基督，伊所为着咱人所受的受定，甲咱身躯顶遮的定罪一支一支拔去，因为伊要来恢复咱，互咱亲像耶稣基督共款，会当有迄种真正谦卑的一个性命。咱看见着讲，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伊会亲像诗篇所讲的，每日三思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有法度活出一个生活中间非常好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互咱对心肝头内面会当活出这个信仰，而且是非常的喜乐的，带出一个喜乐的。咱看见着讲，对一个圣地到刷到一个家庭的地，这是完全无共款的。因为上帝一直甲咱讲，这个浪子伊袂阁伫外口流浪啊，伊伫我的厝内面，伊有迄个资格会当踮伫即间厝，脚踏伫即间厝的地面上。咱拢是上帝亲所疼，因为伊将这不信的人，会受气全部拢拼倒伫圣囝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将即个罪义的，为着咱遮垃圾的罪人，成做一个无罪的，而且是伊亲所疼的。这是上帝对咱来讲上界大的医治。相信上帝的话，伊会带来医治。咱看见着讲，耶和华伊毋是看外表，伊是看内心。所以咱伫网络上所找到遐个耶稣，迄拢是后来画家所美化的。咱看见着讲，迄若是真正是现今的耶稣出现伫咱生活中间，伊可能是虾米款的风，虾米款的面貌，虾米款的款式，有可能穿甲爽爽啊，然后吊架啊，穿衬拖，但是咱完全看袂起伊，伊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行无伊，伊想着看轻，受着人气杀，而且伊常常受着苦楚，拄着忧郁，受看轻。但是咱毋知影讲，伊为着咱的过失受伤，为着咱的罪过受害。伊所受的逼迫，咱得到医好。咱每一个人拢现准咱家己行的路是正路，但是圣经内面以赛亚甲咱讲，咱每一个人所行的是咱家己要行的路。但是耶和华将咱众人的罪拢归伫伊的身上。有兄弟姊妹，咱来想象一个画面，迄若是你的囝，你敢有法度去想象？你饲一个囝，然后即个囝饲伊到30岁了后，你的囝互人受侮辱，受人配喙烂，甚至互人冤枉，规身躯互人摔甲呢，规身躯的皮肤无一块，搁留伫顶面呢，烧甲呢流血流滴，最后钉伫十字架顶，然后死去。咱看见着讲，上帝伊的心思甲伊的做法，超越咱人会当想象的。这是咱的耶稣，伊为着咱众人的罪，本来伫顶面的是咱每一个人，但是这是耶稣，伊甘愿为着咱人受这种极大的苦楚，因为伊知影讲，伊若是经过去，伊有法度完成救人，甚至是伊的保护洗清咱人的罪，所以伊愿意安尼做。
咱看见着讲，伫森林小屋这出电影，伊本来是一本册内面，伊伫记载讲，一个男主角，伊的细汉查某囝，互人怪去，然后受害，结果伊就非常的埋怨上帝。虽然讲伊自细汉就伫教堂咧做礼拜，但是伊伫经历着甲上帝之间的一个接触的时阵，伊对即个上帝讲。是毋是当你的囝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你讲我的爸，我的爸是安怎你气杀我？我知影你是安怎的人，你就是愿意看到你的囝儿受死，然后你完全无被操掉。但是迄个时阵，即个上帝甲伊讲，当我的囝伫受苦的时阵，我也伫遐。即个疼会留即个记号落来。咱会当想讲奇怪，是安怎耶稣伊过活的时阵，即个魂犹原留伫顶面，迄是因为伊极大的疼，伊疼人超越所有的一切，超越比家己的性命搁较重要。耶稣伊有讲，我伫我的爸的内面，我的爸伫我的内面。刷车落来，伊是对咱每一个人讲。我伫恁的内面，恁伫我的内面。耶稣伊咧表明一件代志，爸甲伊之间的关系，就是耶稣甲咱之间的关系。所以伫罗马书伊遮就讲，遐伫基督耶稣内面的，当拢无受定罪，因为换命的神的法伫基督耶稣内面已经讨放你我离开迄个罪甲死的法。有兄弟姊妹。当耶稣进入到你内面的迄个时刻，你就已经受到讨放啊！是已经，毋是咱需要去做什么，是圣神，是耶稣基督的神伫你内面所行的。刷落来是上帝伊差遣家己的囝耶稣，正做赎罪者，伊将一个完全的罪的一个人的刑定了，即个罪行伫顶面。耶稣伊是一个完全的神，甲完全的人。伊是安怎是一个完全的人？咱人生落来，毋是就是有罪吗？咱来思考一件问题，迄是因为耶稣有罪性，但是伊无罪行，伊拢无行出来。所以上帝伊伫基督肉体中来拟定罪恶的时阵，伊互即个律法的义身受伫咱无顺从肉体，却是顺服圣神的人的身上。咱看见着讲，体贴肉体的人，甲体贴圣神的人，真简单就看会出来差别。体贴肉体的人，伊若毋是死，伊就是甲上帝做对头；啊，若无就是伊无法度得到上帝的欢喜。但是得到圣神、体贴圣神的人，伊是活出迄个性命甲平安。咱看见着讲，即幅图内面，即只鸟仔伊飞出去了后，即个人啊无法度去控制伊。即个黑暗的人啊，无法度去互伊转去啊，因为伊已经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迄个真正的自由啊。咱看见着讲，耶稣伊所超找的人，拢是一寡有病的人。咱人若是感觉着讲，哦，我真正常，我无病，那安尼真实的你无需要耶稣，你无需要这份救恩。但是耶稣伊来找咱，是因为咱伊看见着讲，咱身躯顶有一寡需要医治的所在。所以，伊医治即个青霉的人，咱看见着讲，伊咧向咱伸手的时阵，咱的手必须爱伸向伊，才有法度得到拯救。这是一个真合理的一件代志。可是，甚至是我家己本身嘛有即种状况，就是我毋知影我什么时阵要伸手。但是我看见着讲，伫咧咱的社会中间。有真侪人，伊就是无法度，伊就是身躯还是伊的精神有一寡问题，伊毋知影家己有问题。迄是一个更加深的一个难处。即个难处是，咱领受圣神的人，咱是正做耶稣，咱必须爱去拯救遮的人。即种人，伊的身躯无法度控制，因为伊对即个社会失望，因为即个社会。伊就普遍的环境是，互咱人进入到一个罪甲死的一个循环内面。这个循环成做一个律法，
你若无去遵守即个律法，你会互人淘汰。即个社会一定爱咱去达成每一个目的，咱才有法度出头天。这是社会罪恶的一个形成。耶稣因为这个原因，耶稣非常受气。所以耶稣伊去亲近的人是真正需要救恩的人。咱看见着讲，即个倒伫必须代市水池的即个病人，伊来到耶稣来到伊的身躯边的时阵，耶稣问伊讲：“你敢要得到医治？”但是咱看伊着讲，即个病人，伊回答耶稣是：每一届即个水池伊咧震动的时阵，都有人比我先落去。啊！我家己身躯无法度行。即个人伊咧埋怨，伊咧看见着讲，伊看见着是轻视别人，啊无就是伊看到是家己的问题，啊我就无法度啊。但是迄个时阵，耶稣伊来到伊的身躯边，伊表明一件代志：我要争取你的目睭，我要来医治你。所以伊直接对迄个病人讲：你起来，压你的脖仔去吧。我相信讲耶稣基督伊会当完全毋免受到定死，伊完全毋免受到这逼迫，伊会当成做一个真伟大的人。但是即种伟大的人，伊无法度拯救咱人的性命。伊选择一条咱人无法度想象，而且是非常凄惨的路。但是即条路直到伊有法度拯救每一个人。但是咱人拢感觉着讲，这人哪会遐颓？哪会去做这种咱人无法度去行的代志？但是这就是咱的耶稣。经历这个刑罚，伊因为受到这个刑罚，咱人得到平安；因为伊所受的逼迫，咱得到医治。我相信讲，当耶稣基督受到逼迫的时阵，消落来迄个溃烂，是为着要互咱人的病得到医治。我会记起伫今年过年的进前，我参与一个营会，这个营会咱青少年嘛有去参与。这个营会是总会所办的活动。我是辅导，所以我必须要提前一天过去。迄个时阵，咱辅导除了为着家己刷落来3天的服侍祈祷以外，咱为着一寡特别现象来祈祷。迄就是咱的小组员，若是有拄着一寡伊直骨手机要安怎办？有的小组员，伊的生活可能真沉淡。伊若是来营会了后，你远一个人徛伫，伊对大家参与的即个活动，伊无兴趣，伊要安怎办？咱遮个辅导，甲遮个有可能产生的遮个代志，一条一条写出来了后，咱组织起来讨论，然后要来解决。然后咱就来甲想，这要安怎解决？要去甲关心，还是要去甲安慰？最后，咱用祈祷，甲遮咱无法度处理的代志，交互上帝处理。因为咱看见着讲，即件代志已经是社会层面的代志。咱去坐公车，还是坐捷运，10个9个内面的人拢咧摳手机啊。咱甲咱的人生丢伫一个细细的角架仔内面，咱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但是咱却毋知影讲边仔的人其实真正需要咱的关心。但是这就是社会普遍的病症，所以咱的辅导为着这个代志，向上帝祈祷，求上帝来医治。结果信的人的确有新热，技术对着因，伫刷落来3天，我所带领的即个小组，无即个镜头。这几个囡仔虽讲讲因对无共款的教会来，但是伊伫咧即3天的过程，即个营会的过程，伊非常的烧脑伫互相分享的即个过程。我非常的欢喜，我非常的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看咱人的祈祷非常的重要。当咱人愿意向伊祈祷的时阵，依照伊的方式成就了咱无法度去成的代志。当咱人感觉到讲咱家己会使的时阵，上帝伊会帮手，互咱家己去做。
咱会做甲非常的辛苦。但是当咱愿意谦卑落来求圣神，甲咱做伙来同工的时，咱会看见着讲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伫咱大家。耶和华伊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伊进入到一个乡下。迄个时阵有10个太高的迎面就来，咹徛地，就甲耶稣讲：“耶稣先生怜悯阮。”迄个时阵，耶稣看见，就对因讲：“恁来去，将本身互祭司验。”因去的时阵，就得到清气。即个内面有一个人看见着讲家己已经好。结果，伊就倒转来，大声归荣光上帝，而且佫趴落伫耶稣的脚前，感谢伊。迄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伊讲：得着洁净的，敢无拢敢毋是10个人吗？迄其他的9个是伫倒？除了即个外族人以外，敢无有别人转来归荣光互上帝吗？就对迄个人讲：起来，行吧，你的信有救你。咱看起就讲，即段经文伊提供了一个画面互咱，就是捌着太哥，伊是一种咒诅，伊是一种互上帝看做无清气的。亲像即款的人，伊必须爱居家隔离14天。伫利未记13章有记载，即种人伊必须爱离开邻群，然后去别个所在真远的所在去家己生活。因为即种太高的，伊是一种传染病，所以即种人伊非常的可怜，伊有厝无法度转去。但是，遮的人看见着耶稣咹徛地的时阵，伊就知影讲，即个耶稣伊是拯救的，伊有法度拯救咱，所以伊就认得出来耶稣，而且就大声甲耶稣讲：“耶稣先生怜悯阮。”但是迄个时阵，耶稣因直接要因互祭司去验的时阵，当因去验的迄个过程就已经得到清气啊。但是这10个人内面有其中有一个伊的反应非常的特别，伊看见着家己已经好，伊就挖倒头。走往耶稣基督，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看到即摆度，即个方向非常的重要。伊看见着家己已经好，伊就活过头走往耶稣，然后就大声荣耀上帝。刷落来是甲向耶稣基督磕头感谢。即个人是外族的人，外族的人伊知影要安怎感谢。即个人伊可能无读过圣经，伊可能圣诗袂晓唱。伊可能对礼拜完全无概念，但是伊知影耶稣，伊独知影即个耶稣是互伊全身躯得着清气的，救伊脱离即个病症的人。伊是为伊得着拯救的人，伊也是完全伫耶稣基督得着医治的人。伊毋是干那得着洁净，伊是得着救，得着拯救。得到清气，甲得到拯救，即件代志得到救，连清气完全都拢得到啊！咱有可能伫咧耶稣甲咱医治的时阵，咱真欢喜要去甲身躯边的人分享，但是咱却袂记即归荣耀互上帝。上帝伊是创造咱人的，伊比遮的医疗科技设备，甚至是遮的药品，甚至是医生。更加了解咱每一个人的身躯，但是伊看了更加彻底，是心灵的罪。即个不信的罪，抵到咱人无法度去听伊，所以伊想使圣囝耶稣基督行拯救的溃烂伫咱每一个人的身上，互咱人因为借着即个圣神的大溃烂，咱会当归荣光互上帝，咱会当看见着讲，即个全然得到医治、得到拯救的人，伊是一个感谢的人。伊是一个知影家己甲耶稣之间非常的遥远，非常的疏远，所以伊愿意去走往耶稣基督，去亲近耶稣，而且是伫伊的面前拍拜感谢的人。
伊归荣耀互上帝，伊就得到医治。愿圣神所修事，大个有喜乐的愿望，甲咱正大家兄弟姊妹三个伫咧，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修事都是圣囝来到伫阮的中间。主，这是真正发生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心中的代志，互阮逐个人愿意相信，你圣神的大能力即时就临到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心内的惊吓，互咱心内自卑，互咱心内骄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完全除去，互阮成做一个感谢的人。互阮成做一个归荣耀互上帝的人。主，我看见着讲，咱中间若是有一寡人受着长期的病痛、受苦楚的人，圣神，我恳求你来医治，或者可能是困无好势、无法度困了真好的人，甚至是咱的肉体有欠缺的人。主圣神，我恳求你的医治，只是临到伫阮的中间，互阮逐人开嘴向你来祈祷的时阵，主，你感动阮，因为你所修事的神救阮脱离这个罪甲死的法，阮就要圣神来活。主耶稣，我恳求你，这个时期你同工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互即马这个充满无平安的这个世代内面，主，阮来到这个所在，阮追求这个真实的信仰，因为你是搁真搁活的上帝，阮决断无弃杀你，因为你永远袂放弃阮。我恳求你的听临到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中间，充满阮，互阮大人亲在这个信仰是听，这个信仰毋是甲咱人非常疏远的，因为咱人的心是主耶稣基督你愿意踏入来的所在。主啊，我恳求你保守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大人伫主耶稣基督你的信仰顶面，完全得到医治，完全得到逃亡，完全得到自由。感谢阿罗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